兄弟啊，饭到底困的人，我毋爱你毋知，免伫恁忧闷，亲像遐个无愿望的人一样。因为咱若信耶稣有死有过活，就属耶稣来困的人，上帝也要安尼带因到耶稣三角来。因为阮奉主的命令，用即个甲恁讲，就是主过来时，咱遮个妖活地的人，袂为担心遐个伫困的人。因为主要本身对天落来，有大吼叫，有至大天使的声，也有上帝扫角。就遐个属基督已经死的人，要大升起来。后来，咱妖活地的人要甲因受接纳伫坟内，伫空中迎祭主。安尼，咱就永远甲主三角伫地。所以，就用遮个话相安慰。请陈牧师讲道，题目是甲主相会。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的经文是对经课表出来一段经文。咱昨昨嘛有参加个别礼拜，兄弟姊妹，今仔日咱搁一摆透过这段经文，咱做伙来思考关系咱每一个人拢会拄到的安尼一个问题。伫2006年12月31号，日本 NHK 因拢有每一年拢有一届迄个红白歌合战，内面有一首歌爆红。就是秋川雅史所唱的《化为前锋》，伊歌词是安尼写：莫伫我的坟墓前伫遐来哭，我无伫遐，我无困，我变做风，伫宽阔的天空伫遐飞。秋天我化作夜伫残夜的光，冬天我化作旋石一般的雪。伫早起我正做。叫你起床的鸟仔，暗时我变做守护你的星神，毋通伫我的坟墓前伫遐来哭，我无伫遐，我要活地，我化作前锋，伫迄个宽阔的天空来吹呀吹。这首歌出来了后，对迄时开始，真侪基督徒会个别礼拜会使用这首歌，有时是诗班唱卫诗。有时是用伫个人追思的影片内面，每一届这首诗歌一出来，大家听到，敢若自动的开关，目屎就一直流。其实这首歌的歌词毋是日本人写的，伊原本是一首美国的诗 ，Do not stand at my grave and weep。这个诗人是玛丽·伊丽莎白·佛莱。伫1995年，伊写这首诗，写这首诗的是1932年，但是拢无啥人知影这首诗，伊所写的诗。伫1995年，英国国家广播电台就伫因的节目中间放送这首诗，拄啊好，互一个拄啊伊的囡仔死伫战争中间的一个老爸听到这首诗。这个老爸就想起伊的囡仔所留落来物件中间有一张写互亲爱的人的批，内面嘛有写着这首诗，所以伊就伫一个公开场合来读这首诗，引起大家的共鸣，互这首诗开始伫欧洲伫遐流传。然后伫911美国的911的事件内面，这首诗嘛互人读出来，来纪念这罹难者，所以佫开始互人来重视。兄弟姊妹，你可能会讲这首诗，互你足感动的、足好听的。但是，这首歌的歌词，这首诗的词，根本是违背基督教信仰。伊是标准新时代运动 （New Age）， 也是有印度教，也是有印第安人的观点。因为这个 New Age 也是印度教，也是印度安人，因拢认为万物拢有灵。人的灵魂会变化做万物，亲像诗句也是歌词内面拢讲，人无死，但是会变做风，会变做雪，会变做鸟仔，会变做星。歌词嘛讲，人无死，但是嘛无天堂地狱，我的灵魂会一直伫你的身躯边。哦，这看起来足浪漫的，但是这毋是咱信仰的教导，因为伫圣经内面甲咱讲，毋是万物拢有灵。只有人，才有上帝灵。
并且人在死了后，嘛要变做万物中间的一项。因为当咱断开的迄个时刻，耶稣就带咱去到上帝遐，咱会阁有一个新阁好的形体，然后听候主耶稣过来迄边迄日，万物换新，邪恶无法度阁存在，上帝国就会完全实现。所以透过安尼一首真流行的歌来提醒，咱对咱信的，咱也非常的认捌甲肯定。若无异端就安尼入来啊！亲像咱伫市面上，咱拢知影有真侪假的钱在流传，咱拢真惊摕到假的钱，拢毋茫讲咱学会晓安怎去分辨迄个假的钱。但是咱去学种种分辨假的钱的方法，不如好好啊确定即个真的钱，伊到底有啥物款的记号伫顶面。因为咱知影假的钱的技术哪来哪好，咱安怎学嘛学袂赴。所以就亲像即个时代有真侪异端，因会用特样的文化，亲像电影、小说、音乐等等来包装因的观念，然后用媒体安尼传达出去。如果基督徒连家己所信的拢无清楚，就伫无知觉的中间，踏入去因的陷阱，迷失伫遮的艺术的内面。咱莫讲迄是艺术，迄是欣赏无要紧，因为真侪代志伫无形的中间，会影响咱的想法甲咱的态度。安尼到底基督徒死了后，是化作前方世界漂流，也是按照圣经所讲的，咱要去到上帝遐，要得到永活？安尼敢有啥物款的证据咧？耶稣有讲，恁的心无得逼迫，恁着信上帝，也着信我。伫我的爸的家有侪侪厝体，若无就我已经甲恁讲啦。因为我去是甲恁备办所在，若去甲恁备办所在，就要过来接纳恁归伫我，互我所得的，恁也伫遐。这是主耶稣互咱的应允。咱伫死了后，是有一个所在通去的。毋是亲像风世界漂流。另外，伫主耶稣互人定十字架的时，有一个甲伊同定的一个罪犯，伊伫遐甲主耶稣讲：“主啊，求你纪念我。”耶稣甲伊讲：“我实在甲你讲，今仔日你要甲我伫乐园。”主耶稣伫遮讲甲非常的明，咱去的所在，毋是一个炼狱。毋是伫遐已经有火在烧，毋是有刀会挂你的喙齿的一个所在，咱要去的所在是一个乐园。所以圣经已经明明甲咱讲甲非常的清楚。但是咱若无一个正确的认捌，咱若无对死亡有正确正面的态度，咱可能会惊东惊西，咱可能会对未来无一个方向感。但是咱若认捌真理，咱若相信耶稣所讲的话，咱对死亡有正确的认捌，咱就会当伫惊吓中间找到迄个活落去的勇气，咱嘛会当伫悲伤的中间来找到愿望。但是咱活伫21世纪，咱可能有一项事也真无法度想象，就是现代人也非常非常的惊死。伫去年的年底，有一个调查。针对台湾人的心理做一个调查，就是伫疫情过了后，看你对死的惊吓的程度到倒位。伫咱台湾有2300万人，但是中间有217万的人是高度死亡恐惧，就是因活伫迄种非常非常惊吓死的中间，将近是1/10的人。真悬的比例，所以死亡对现代、对台湾人来讲，10个人中间有一个是非常非常的惊死，并且现代人毋但是惊死，咱嘛惊讲着死。英国剑桥圣安德烈教会的牧师马克·艾斯顿，伊伫2008年62岁时，互判断出伊得着无法度治疗的胆囊癌。哇！伊即个判断出来，
厝内人非常的悲伤。但是这位牧师面对死亡，确实非常有把握，甚至有一点仔期待。所以，伫伊接续落来15个月的内面，伊是用非常轻松自然的态度，甲伊所拄着的人来讲起伊要面对的死亡。但是，这项代志较互真侪人真不安，甚至最后连这个牧师出现伫伊的面头前，因嘛感觉无自在。这个牧师讲，有一届伊去加头毛，伊伫法廊遐甲一个人开讲，讲啊讲嘛，毋知影是讲着甚物款的问题。这个牧师就甲迄个人讲：啊，医生讲我敢若剩几个月通活。然后迄个牧师形容，规个空气是激动，有声甲开讲拢消失啊。自迄当时开始，迄个人无阁讲出任何一句话。所以咱看对死亡，连讲嘛毋敢讲。对死亡有无共款的态度，嘛会当伫咱参加个别式、甲个别礼拜时看会出来。民间信仰的个别式有种种的禁忌，参加了后爱洗胡仔水来辟邪。但是基督徒的个别礼拜，较是咱所有的兄弟姊妹来甲悲伤的人同悲伤。所以对死亡有正确的认捌，真正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死亡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事实，无人会当躲闪的事实。但是因为上帝疼咱，因为耶稣对死过活，这互咱知影，咱会当撑过这个死亡，去到咱要去的迄个终点，就是上帝遐。但是爱千万会记哩。要靠家己撑过死亡是无可能的。你若认为有可能，你阁踏入去迄个行为主义的陷阱，因为你认为我靠家己会当，但是是无可能的，因为要超越死亡，只有我靠主耶稣。伫希伯来书第2章第10节有讲，因为万物所为着伊，万物所对伊的，咧带侪侪囝到伫阳光。就互救因的首领对苦难来真完全，本是合宜。咱有一个首领，这个首领就是拯救咱，伊家己去承受痛苦甲死亡的这个首领，就是耶稣。中文日本翻做元帅，就是耶稣。首领、元帅这个字有捍卫者的意思，捍卫者的意思。捍卫者就是伫战争的时阵，代表家己的军队出战，伫遐来战斗的迄个人物。亲像咱会记哩伫大卫伫遐来对抗歌利亚大汉人的故事的内面，大卫就是代表以色列人的军队去对抗歌利亚因的军队。如果这个捍卫者赢，伊的军队毋免做什么代志。就赢这场的战争，所以耶稣所做的代志就是安尼。伊对抗的是咱上大的对敌，就是罪甲死亡。甚至耶稣毋若是亲像大卫，无性命危险，伫遐来出战。耶稣最后是献上家己的性命，为着咱承受犯罪所应该受的这个处罚，就是死。但是耶稣代替咱死。毋过死亡嘛无法度束缚即个首领，无法度束缚即个元帅。耶稣对死过活。伫今仔日咱即段经文中间，保罗伊讲过身的人，伊是用困去，毋是死去。其实圣经内面有真侪所在是用困在讲死，毋是讲着死即个字。譬如讲，伫旧约内面有讲到真侪以色列王、犹太王的故事。那这王过身，圣经的作者拢写讲，因甲因的列祖同困。伫约翰福音11章，耶稣的好的朋友列撒罗过身的时，人来通知耶稣，耶稣嘛是讲，咱的朋友列撒罗伫困，我去要叫醒伊。
这个人明明拢已经死，为什么圣经要讲困来形容？这就是在甲咱讲，虽然有一天咱会死，但是有一日咱会阁醒过来。是什么时会阁醒过来？就是主耶稣阁来迄日。所以，既然困会阁醒，基督徒伫面对死亡的时就袂惊吓。虽然咱活地人会真毋甘，会真少念咱的亲人，但是咱的内心有一个相信，就是这个死亡毋是终点，因为耶稣是道路，是真理，是活命。耶稣是带咱行往永活的迄条唯一的道路。过来，保罗讲，主过来时，咱遮个要活地人，袂为大身遐个得困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当耶稣第二摆过来时，我要活地，我就会当看见耶稣。但是遐已经过身的亲人朋友咧，保罗讲毋免烦恼，因为无论是死的，也是活的，拢会看见主耶稣的过来。为什么会问安尼的问题？因为咱对死亡非常的无知，所以咱嘛定定会问出一寡无要紧的问题。亲像伫圣经内面，有一寡人因无信人会阁活，就是撒都该人。耶稣时代撒都该人，因是祭司族群的人。这撒都该人来问耶稣一个问题，就是讲，若是有一个妇女，伊嫁互一个家庭内面的大兄。但是伊的丈夫即个大兄死啊，无留后代，做小弟的有义务爱带伊的阿嫂来替阿兄来留后代。但是无想到，即个第二个兄弟嘛死啊，所以伊佫嫁第三个，第三个嘛死啊，一直到第七个，嫁第七个了后，这第七个兄弟嘛死啊。即个撒都该人问耶稣一个问题，讲：你讲，若有国外的代志，安尼伊应该是算这七个人倒一个某咧？这看起来敢若是一个，敢若是一个问题呢？但是耶稣安怎回应因？恁错啦，因为恁毋捌圣经，恁毋捌上帝的权能。因为国外时无嫁无娶，是亲像天使伫天里。耶稣伫遮有一点仔考试遮个撒都该人，因是祭司呢，因乃无明白上帝的教示呢，甚至佫提出即种无营养的问题。所以这嘛提醒咱，对死亡咱会当理解物件实在太少啊。但是咱是毋是愿意谦卑、认真伫信仰内面来看见上帝互咱遮个关系死亡的教导，拢记载伫圣经内面？并且，这个问题伫咱见到耶稣的迄个时刻，完全毋是问题，咱会当明白。所以，咱活伫世间，咱毋是一直伫遐钻牛角尖，甚至最后是找毋到方向。接续落来的16节到17节，保罗用一个画面来甲咱讲，耶稣过来时会有啥物款的情景？主本身要对天落来。有大嗷叫，至大天使声，也有上帝扫角，就是遐个属基督已经死的人要大升起来。后来咱活地人要甲因受接纳伫魂内，入空中迎接主，安尼咱就永远甲主三角伫地。请咱注意，要甲因就是一同，要甲因。意思就是讲，咱会甲已经过身的亲人朋友做伙聚集，并且是永远甲主三角伫地。这表示人甲人、人甲上帝关系永远好好啊！这个完美疼的关系会继续落去。其实咱拢知影。咱活伫即个世间，人甲人的关系是破碎的，人甲上帝的关系是破裂的。因为伫爱甸园的开始是发生什么代志呢？就是亚当甲夏娃因食上帝禁止因食的果子了后，对迄当时开始，人甲人的关系破坏啊。
即个亚当怪上帝讲：上帝啊，你互我去做伴迄个妇人人，伊用迄丛树的果子互我，我就食伊。咱看见亚当怪上帝怪夏娃，然后咧，夏娃无人通怪嘛，伊只有怪即个蛇，蛇引诱我，我就食。咱看见人甲大自然的关系嘛破裂啊，人甲上帝的关系嘛破裂啊。所以人后来互赶出爱甸园，并且因为犯罪，咱爱承受迄个死的后果。但是，当咱永远甲主伫地的时，迄个原本破坏的关系，拢要得到完全的医治。伫18世纪到今，要互人看做是非常优秀的神学家约拿丹·爱德华兹，有一篇非常出名的讲道，叫做《天堂是爱的世界》。伊伫遐写讲，咱所知影上大的快乐，就是咱互另外一个人所疼。但是伫地上，搁较互人深刻的疼，嘛会亲像互塌掉的水管，只有真少量的水会当流过。但是伫上帝遐，所有的塌爱拢会互消除。咱所经历到无穷无尽，无法度形容，超越咱所有经验的疼。咱伫地面因为惊互拒绝，所以咱会戴一个面具。但是咱就无法度经验，互人了解，嘛无法度经验疼所带来改变的困难。所以咱会用自私、嫉妒来消灭、来停止疼的关系。最后，咱嘛因为惊失去对方，就互疼变做黑暗。咱想要控制对方，较互对方离开咱。咱因为惊吓，所以拒绝做出任何关系疼的承诺。而且咱看见，伫地上所有的疼，拢是少量，敢若水管互塌掉，敢若当流过水少量的水，因为人有限制，咱无法度做出亲像上帝迄款的疼。但是只有上帝的疼，才是完全的疼。所以，这个爱德华兹伊的结论就是：伫世间所有的毁坏这个疼的代志，伫咱进入天国的时，完全的消失。伫迄一日，伫上帝遐，疼甲喜乐才是完全，疼甲喜乐才会永远长留。所以，当这个世界换新，当耶稣过来，咱毋但会当恢复甲人的关系。上重要就是咱永远甲主三角伫地，这表示咱会当恢复咱甲上帝的关系，咱会当甲主面对面啊。伫爱甸园的时，夏娃甲亚当因是原本甲上帝面对面的，甲上帝敢若朋友共款行伫爱甸园，但是因为犯罪，因惊看见上帝，所以匿伫树仔内面。对迄时开始，有侪个人看见上帝阳光就会死。所以伫几礼拜前，咱读到摩西伫遐求要看上帝阳光的时，上帝用手抓伊，保护摩西，互摩西看见上帝的脚趾后，毋是看见伊的面。但是当咱耶稣过来时，当咱伫上帝遐时，咱会当永远甲主三角伫地。咱就会当甲上帝面对面。迄时咱毋免阁透过圣经来明白伊，因为上帝就伫咱的头前，互咱会当看见。约翰一书第3章第20有讲：所疼的兄弟啊，现今咱做上帝的囝，将来怎样要未显明？咱知伊若显明，咱就亲像伊，因为咱要看见伊，才有伊实在的款。当耶稣过来迄日，咱心中所有的怀疑、挂虑拢会消除。但是这段圣经上尾节也提醒咱：既若靠伊，才有即号愿望的本身清气，亲像伊是清气。而且提醒咱爱保持圣洁，一直到主耶稣过来。最后这段经文的落尾，保罗讲：就用这话相安慰。
为什么爱咱用遮个话，今仔日咱所读的话来相安慰呢？因为死亡超越咱的理解。所以虽然咱今仔日读这段的经文，但是咱对死亡也有非常侪的惊吓甲怀疑。伫遮请注意的是，保罗无讲，恁着努力去敲找死亡的原因，恁着努力去敲找死亡的答案，因为伊知影咱人是永远找袂着的。但是保罗是爱咱用遮个话来相安慰。台语读相安慰，会互咱感觉讲，哎，安尼咱就去安慰伊的心情，互伊袂记得悲伤。但是其他中文译本是翻做劝勉、鼓励，我感觉这是较好的意思。因为劝勉甲鼓励，顾的毋是人的心情，是唤起即个人内心的愿望。即个愿望可能伫咱平常时读圣经、理解圣经的时建立起来一个愿望。但是当死亡亲像大水往你拼来迄个时刻，咱一个也无法度记载会掉。毋过透过兄弟姊妹用遮个话彼此劝勉、彼此鼓励，有一日咱会阁活，有一日咱会伫天里阁相见。安尼鼓励就亲像装伫101大楼内面的一个助燃器，伫地动发生的时，即个建筑物规个害来害去，但是袂滴到规个来压断。伫美国有一个真出名的报道家穆迪牧师，伊伫临终之进前有讲，无偌久了后，恁会伫报纸顶面读到穆迪死去的消息。毋通相信即个消息，因为迄时的我会比现在搁较好。当然，伊死啊，但是现在伊比迄时的伊搁较好。兄弟姊妹，面对死亡，这真正是一件非常绝望的代志。但是基督徒会当用愿望来面对，因为咱知影，通过死亡，咱要去到一个搁较好的所在。迄个所在是有主甲咱伫地的所在。所以虽然咱的理解有限，但是咱谦卑来到主的面前，祈求真正面对死亡的智慧。当咱得到迄种确信，咱就会当伫悲伤的时保持愿望甲平安。咱嘛会当伫咱家己面对死亡的时，咱确信主耶稣要牵我的手，咱就会当得到喜乐。咱嘛会当大声吟诗而乐。咱做伙来祈祷。主啊，伫面对死亡安尼的事实的时，阮的心非常惊吓，非常的无知。主啊，这死亡亲像是一个大海涌，将阮规个人来淹倒，阮无法度徛在下条。总是主，阮感谢你，你对死搁活，互阮看见。相信你的人，阮也会亲像你对死搁活，并且当你搁来迄日，阮会伫天里搁再相见。主恳求你放落安尼一个信心伫阮所有的兄弟姊妹内心，互阮虽然惊吓，但是阮会当勇敢来行天路，因阮相信伫最后挺候阮，徛伫终点挺候阮的是你，毋是死。主恳求你帮赞。互阮伫遮彼此用遮个话，互相来劝勉，互相来鼓励。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